易主出了冷宫，心思放宽，肝郁疏散，风湿也将好了不少。那就好。索性，镯子。江玉斌，你去宫外找一个靠得住的人，把里边的零香剔干净，之后本宫再戴上，免得皇后娘娘疑心。是。主儿，玉壶姑姑来了，快请她进来。奴婢玉壶，请贤主安。贤主，奴婢此来是为冷宫侍卫凌云彻调度之事。如今有坤宁宫和圆明园两处侍卫有缺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坤宁宫是帝后大婚所居之处，自顺治朝后就成了萨满敬神的地方，倒是一个安闲的好去处。那奴婢去安排。不过，便是没有贤主为凌云彻求恩典，皇上也会封赏他的。为何？因为贤主儿进冷宫时，皇上曾吩咐奴婢寻得凌云彻与赵九霄二人护住您的性命。自然了，凌云彻与赵九霄二人也是功不可没，尤其是凌云彻，几次意外之下救了您的性命，奴婢对此也是感激不尽。皇上心中一直牵挂贤主，否则海贵人调度姜太医之事，怎会如此轻易又无人察觉？自是皇上命齐汝暗中通融的道理。如此看来，皇上把贤主一直挂在心上了。这幅画在郎世宁那儿放了许久，如今才拿了回来。听说贵妃不喜这幅画，曾让皇上丢了。即便是画丢了，人没丢掉，还在心里。朕总想起青樱，青樱那时候还活得自在些，而如意在冷宫艰难度日，但是女工就编了326条烙子，手帕
你们都是新来的，给你们讲一下规矩啊。坤宁宫的差事，说大不大，说小呢也不小。这是咱们历代皇上登基后大婚的地方，日月同辉，尊贵无比。但是呢，自从顺治爷之后，这里变成了敬神之地，除了偶尔皇后娘娘会带着其他后宫主子来这里敬神参拜。这儿的差事呢，闲得很，但是你们更要打起精神来，不得有半分疏忽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了，轮值的时候到了，你们去舞房歇着吧。下一步，顶上。叫你去折松枝，供坤宁宫的岁朝清供，你竟然敢偷懒，就折这么几枝啊！姑姑，松枝太高，根本就够不着啊，所以才折了这么几枝。姑姑，真不是我偷懒。你还敢跟我顶嘴？自打你进了花房，就心不在焉。怎么着？你还把自己当主子了？瞧你贱的！姑姑，我不敢了。今儿你要不捡好松枝回来，晚饭你就不必吃了。擦擦吧，别哭了。云晨哥哥，我没脸见你。我落在花房当真，人人都欺负我。这样吧，那松枝我帮你去摘。你都听到了？云彻哥哥，你不在冷宫了吗？娴妃娘娘出了冷宫之后，她拉了我一把。现如今，我在坤宁宫当差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你的手，谁把我的手当手啊？云彻哥哥，是我错了，是我不好。没有人对我好，只有你对我是真心的。走吧。旁人踏雪寻梅，寻的是红梅，主非要看白梅。这白梅隐于白雪之中，有什么好看的呢？白雪红梅自有它的明艳清冽之美，但白梅隐藏在白雪之中，仅凭花香稍作分别。本宫倒觉得世间之美，唯有细细分辨才是难得。娴妃娘娘这番话倒是深得我心。淑嫔，娴妃娘娘若是不介意，大可唤我的本名易欢，我也可称呼一句姐姐，不必像旁人那样娘娘来娘娘去的，听着这般俗气。易欢倒是心直口快。妹妹从何处来？
妹妹刚陪皇上用过膳，这皇上用膳时最爱的就是一道梅花清汤，却不想我刚走进这御花园，这么巧，便看到姐姐也在这儿独自细赏梅花。寒冬唯有梅花而已，想要凑巧也是容易啊。也是。今日偶遇姐姐，说话倒是投趣。若来日有空，还请姐姐来储秋宫一聚。好，妹妹告退。易欢看上去冷冷的，倒是个性情中人。真香。你不是戍守在坤宁宫吗？怎么在这儿？请贤妃娘娘安。这坤宁宫岁下清供，每日啊都是以松竹梅来插瓶，所以微臣才折了这些红梅。刚才我听到娘娘的声音了，所以想在这儿等您，给您请个安。特意在此等候，不像请安那么简单啊。那个还是被娘娘看穿了。有话便说吧。花房有个宫女叫魏燕婉，她来找微臣。你自己刚有点起色，就有人来找你了？不是，微臣不是这个意思。他就是那个让你酩酊大醉、意志消沉的人吧？娘娘所言极是。虽然燕婉当时抛下了微臣，独自高飞，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她阴差阳错的被贬到花房当差。这花房劳作辛苦啊，微臣也是无意中碰见她，才知道她最近受了不少苦。她一跟你诉苦，你就把她抛下你的事儿都忘了？微臣不是心软，只不过看她这个样子，实在太可怜了。那天微臣碰见她，她一直在哭，还说知道是自己错了，所以没有颜面来找我。没有颜面来找你，不也是找你了？还跟你说了那么多让你心疼的话，你都答应他什么了才来求本宫的？请贤妃娘娘把她调离花房，另谋个差事。微臣也不敢妄求，只求她不要太劳作辛苦，受人欺负就行。可眼下花房需要往各宫里送花，也缺不了人手。或者等开春了之后，本宫再想办法给她调去一个好地方。多谢娘娘恩典。您这个吧，来，什么呀？红薯。我除了贤妃娘娘了，要说开春帮你找个好差事。啊，真的吗？那还用讲？太好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当班呢。那我走了啊。走吧。慢点啊。这才过完新年，贵朵怎么就死了呢？皇上，高斌说贵朵是在嘉固山林房山红氏被山上滚落的大石砸中族的，也是可怜。幸亏他留下了一本治水的册子，这样的人才走了可惜啊。对了，你叫李煜准备好1000两银子，就说是朕给他家里治丧的。是。贤妃被冤之事查得如何了？快有眉目了。查清楚了，有些人也可以处置了。皇上，今日春宴，皇额娘送给臣妾一把童子如意。皇娘苦心，盼着你与朕早天嫡子。今日呢，朕也备了一盒东海明珠给你。这明珠光辉，朕盼着闪耀中宫啊！
明珠金贵，何况是一合之数。臣妾想到采珠人的辛苦，也不敢枉受。朕知道你不喜奢华，可这明珠再珍贵，也比不上朕对你的心意啊。臣妾多谢皇上。李煜啊，把朕备下的迎春礼送给诸位嫔妃吧。是。多谢皇上。都坐下吧。皇上竟如此偏心，给皇后娘娘的是一整盒，给咱们的却只有一颗，到底是看中皇后娘娘？哟，这咱们的都是东海明珠。盛嫔的锦盒里面红红的是什么呀？盛嫔啊，朕送你的礼，你可认得？皇上，这是朱砂。皇上，朱砂有毒，您赐臣妾这个做什么？莫不是拿错了吧？这朱砂有毒，遇热出水银，最合你不过了。玉壶，你来说说。是。奴婢按皇上吩咐，追查当年仪嫔与梅嫔两位娘娘皇嗣被害之事。当日指证贤妃娘娘的小路子已死，小路子的兄弟从前伺候贤妃娘娘的小福子在瓮山铡草，小安子发落皇陵做苦役，奴婢派人去他们家乡查问，看到小福子与小安子家中很是富裕，盘问之下才知那些银子都是慎嫔拨的。皇上，臣妾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。臣妾和小路子、小安子本就没什么来往，对他们家里的事情更是一无所知。奴婢去问过小安子，才知道当日说贤妃与他讨要朱砂之事，也是慎嫔嘱咐他做的。皇上，臣妾实在是冤枉。臣妾早就听说，小安子在慎刑司服役时哑了喉咙，再也不能说话了，如何能说他是臣妾指使的呢？阿若，本宫派人去看过慎刑司的记档，你和你宫里的人都无出入慎刑司的记录。你方才说跟小安子并无来往，那你如何得知他不能说话了？皇上，臣妾只是听说。听谁说啊？说来听听。臣妾只是听说，至于是谁说的，臣妾早就忘了。比不得贤妃心思细腻，连慎刑司的记档都会拿出来查看。本宫当然要查。一个受冤之人，自然要为自己洗冤，求一个清白。慎嫔，你既然说你之前亲眼看到贤妃如何谋害梅嫔和仪嫔，那你自然记得清楚，不会忘记。今天朕要你再与朕说一遍当年的事，到底如何？不许错一个字。当年，皇上，当年的事情太过恐怖，臣妾不敢去想，也不敢记得。臣妾只记得，贤妃在炭盆和鱼食里添了朱砂，至于细枝末节，臣妾早已经忘了。荒唐！当年你口口声声描述贤妃是如何害了我跟仪嫔的孩子，
细枝末节，无一不明。为何今日却不能一一道来？皇上，此贱婢满口谎言，她一定有问题。皇上一定不能饶恕她。朕今日查问，就是要她说个清楚。皇上，当年苏炼带人搜查延禧宫，就是阿若拦下不给搜查寝殿，才惹人疑心。后来，便在贤妃寝殿妆台屉子底下，发现了沾染沉水香的朱砂，落实了贤妃的罪过。臣妾就一直在想，若这件事情真是贤妃所为，为何要将朱砂放在如此明显之处？倘若这件事情贤妃不知情，那么究竟有谁可以随意进出贤妃的寝殿，将朱砂放了这么久，以至于沾染了沉水香的气味都不被贤妃察觉？那只能是贤妃的近身侍婢了。看来除了慎嫔，也没有旁人能够做到了吧？当年言之凿凿，今日荒不择也。皇上，这慎嫔很是可疑呢。莫不是这些年贤妃在冷宫屡屡被害，也是慎嫔想要灭口？嘉嫔，你……皇上，那不是臣妾，不是臣妾，臣妾是冤枉的。皇上，慎嫔，你当年的告发，事关2位皇嗣的性命，如今又涉嫌在冷宫加害贤妃。今日你要是不说清楚，朕便让你尝尝方才赏你那些朱砂的滋味。你仔细掂量着。皇上，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。皇上饶命，容臣妾再想想。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。皇上，阿若并没有那么大的本事，弄来这么多的朱砂，买通那么多人，设下陷阱，冤害臣妾。臣妾想要知道的是谁在背后指使他？你看着本宫做什么？没想到你心行如此歹毒，竟然不顾自己家人的安危，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，真是该死！我真没想到，原来是你害了我的孩儿！贱婢！将慎嫔挪去养心殿偏殿，着人看着她，不许她死了。这……放开我！皇上，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。皇上，皇上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臣妾是冤枉的。皇上，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。皇上。今日家宴，朕原不该说这些，可朕看到皇后，便想起早夭的端惠太子，又想起梅嫔和宜嫔的孩子死得不明不白，朕不能不细问。皇上与臣妾为人父母，如何能不伤心？此事自然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只是今日天色已晚，有什么事情，皇上也等到明日再查吧。那朕先回养心殿了。恭送皇上。今天闹了这么一大出，看来皇上早就留先招了。今夜怕是很多人睡不好觉了。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是该有个了结。皇后娘娘，贵妃娘娘来了。让她进来。这……娘娘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过来了？臣妾心里有些害怕，万一阿若……
供出咱们什么？明明是慎嫔自己心性歹毒，谋害皇嗣，陷害贤妃，与旁人何干？是，本就是如此。可是娘娘，万一阿若供出咱们在冷宫谋害贤妃的事情，那自然不让他胡乱攀扯咱们。慎嫔的阿玛足了，但还有2个兄弟在。贵多意思，臣妾早早的让阿玛扣住了阿若的2个兄弟。你办得好。那冷宫的事情，阿若想认，就只能自己认了。那是自然了，最恨贤妃的就是阿若，除了她，没有其他人在沾手。那你还有什么不安心的？娘娘，好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歇着吧。是。苏烈，送一下贵妃。是。把这衣服给我换上！有罪的奴婢，不配穿这个。不，这不是本宫的衣服。李煜公公，本宫要求见皇上，转告皇上，本宫是冤枉的，真的是冤枉的。主，自己好好想想，做了什么，都谁做的？见了皇上，好好跟皇上回话。李煜公公，李煜公公，本宫是冤枉的，本宫要求见皇上。皇上，主儿，您可不能再糊涂了。贵妃娘娘让奴婢给您递个话，您的2个弟弟，索出伦家现在仅剩的男丁，生死可就掌握在您的手里。贵妃，主儿，现在事情都出了，就看你想要保谁了。皇上一早就等着贤妃娘娘了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贤妃坐。谢皇上。阿若，昨日朕留你脸面，还许你在偏殿住了一晚。如今只有朕和贤妃在，有什么话，你尽可说了吧。皇上恕罪，当年是臣妾冤枉了贤妃娘娘。这个朕知道。是臣妾偷拿了朱砂，害了皇子，陷害贤妃娘娘。还有那3个太监，也是臣妾收买指使的。阿若啊，你一个人能做什么？皇上和本宫心里有数。哪些事儿不是你做的，又是谁在背后指使的你？好吧，说不说在你，只是谋害皇嗣是株连九族的重罪。你要是想一个人都揽了，本宫也拦不住你。贤妃问你的事情，你愿不愿意回答？你自己好好想想。朕再问你一件事情：贤妃在冷宫的饮食是谁放的砒霜？皇上，这个不是臣妾，真的不是臣妾。那是谁？心夜，你说。回皇上，奴婢平时服侍主日常，主做什么，奴婢不太清楚。但奴婢知道，主深以贤妃娘娘为恨，尤其是发现皇上有条帕子是贤妃娘娘的旧物，那时候主就说过，想要除掉贤妃娘娘。
主您别怪我，这时候心燕只能说实话了。到了现在这时候，您做了什么，您还是自己认了吧。逃是逃不掉的。阿若，你的婢女都这么说了，你还不赶紧招了？贤妃在冷宫时，你为了要除掉她，你还做了些什么事情？是，冷宫里走水也好，闹蛇也好，都是臣妾做。你认得倒是利索，你就这么恨本宫吗？贤妃，我就是恨毒了你。明明我聪慧伶俐，事事为你着想，你却凡事都压着我。你明知皇上喜欢我，却一定要把我指婚出去。我得宠难道对你不好吗？你也多了一个帮衬，为什么一定要断了我的出头之路呢？朕喜欢你。这些年来，朕怎么待你，你心里还不明白吗？皇上从前是喜欢我的，才会在延禧宫的时候高看我，又收我做了嫔妃。阿若啊，你太会妄自揣测朕的心思了。朕如何待你，你自己说与贤妃听。皇上，你背主求荣，自取其辱。说。这些年来，皇上从来没有宠幸过我。每回事情，我都是披着一袭薄毯跪在地上。每一个事情的夜晚皆是如此。皇上从来没有碰过我。贤妃，你以为你在冷宫的日子难过，我在外头的日子就好过吗？白天我是主，受尽了皇上的恩赏，可到了皇上身边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依旧是一个低贱的奴婢。可即便是这样，落在旁人眼里，我受尽了皇上的宠爱，所以我不得不忍受他们的嫉妒和嘲讽。贤妃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，皇上才会如此待我，我怎能不恨？你如今觉得不甘心了吗？朕告诉你，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。皇上，从前在延禧宫的时候，您夸我机灵聪慧，我从慎刑司出来，您留我在身边。可是您却一直这样待我，这么多年了，臣妾心里不明白。与其如此，不如杀了我是个痛快。若不是朕留住你，这几年来，你早不知死在谁的手上了。那么谁能把贤妃的冤屈说个清楚，还她个清白呢？原来都是为了贤妃。皇上竟这样待臣妾对您的一片真心。真心？你那都是算计之心，朕如何不能这么待你？皇上以为臣妾待您是算计之心，那后宫众人哪一个不是这样？为什么偏偏臣妾就要被皇上如此羞辱？朕知道很多人都想算计朕，但像你这样背主求荣、心狠毒辣的人，朕倒是第一次见。朕再问你一次，背后指使你的还有什么人？无人指使臣妾，全部都是臣妾自己做的。贤妃，你去书房等着朕，朕一会儿就过去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
阿若，贤妃不在了，你可冷静下来，好好告诉朕，这背后到底还有什么人？皇上，朕问了阿若许久，怕他当着你的面不肯招权，但他还是说，这是他一个人做的。臣妾不相信他一个人可以做成这些事儿。朕知道你不相信阿若的话，朕也不信。可是朕总不能把后宫所有有嫌疑的嫔妃都一一问罪，如此一来，只会乱了后宫。所以朕希望你明白，到阿若为止，再也没有别人了。如懿，朕首先是前朝的君主，然后才是后宫的君主，希望你能明白。皇上的用心，臣妾能明白。皇上与臣妾如此坦然，没有隔阂，能得皇上如此相待，臣妾也心安了。如懿，朕真的希望，从此以后，你我再也没有隔阂。皇上，李煜查到阿若的2个兄弟都在高大人手里扣着。另外，奴婢那日在迎春家宴上说，小福子和小安子家人的银子都是阿若给的。再追查下去，那些银子都出自贵妃那儿，只是经了阿若的手。这些年，朕看阿若常常出入皇后的宫里，贵妃也一向很听皇后的话。这里面有没有皇后的事儿？皇上，您就算移了皇后娘娘，也不好再……朕知道，朕知道，皇后是朕的发妻，她与朕生了永莲，还有景色。她是个贤惠的女人，朕也希望这件事情和她无关。阿若现在还没有牵扯皇后，但是王后怕是难说。那就要他永远别开口了，将阿若废为庶人，由贤妃处置。是，那贵妃还没到动她的时候。你们出去。是。这碗汤是皇上赏你，喝完了，你的舌头就不会乱说话，也不会牵扯到其他人。